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3月1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位伫东区的面包店，伫过年后疑似恶性倒店，造成员工、合作厂商甲消费者拢遭受损失。目前专案正由地检署侦办当中。机关王家珍上午也邀集多位受害者甲公部门做伙召开记者会，希望会当将损失追讨回来。踮东区一间面包店，伫年后向停业。包括员工合作的原物料厂商以及购买有储值功能卡片的会员，受害人数并未少，而且业者到今依然找袂到人。对此，议员王家珍上午邀集多位受害者甲市府各单位做伙召开记者会，希望寻求法律定数来讨回公道。要让这样子的恶质厂商看到了公部门当然要有作为。以及提醒我们每一位朋友，我们下次不要受害，自己不要再受害，也不要别人有在受害的一些缘由。那我是会员之一。那目前呢，就是从翻印面包没有营业到现在的话，其实会员最大的一个状况，目前遇到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有机会就是从信用卡中心那边可以就是退回就是还没有消费的款项余额，但是呢，因为大家普遍的消费习惯都没有留存余额的证明文件，那这个部分的话，据员工这边我们去了解，就是还在就是电脑里面，那电脑的部分目前的话，还是需要公部门就是可以协助会员朋友这边做一个解密。有厂商是甲店家才合作第一摆，就被欠了6万块。李有厂商伫去年11月份就被店家跳票，虽然有追讨回来，但后续几啊笔钱也是一再被吴姓采购经理，伊家己也是受害者的名义一再拖延，到今依然讨袂回来。他明知财务有状况，而且财务有危机、有缺口，伊嘛走来买货，啊，一落货落就开始就3拖4拖，我总共交一届尔，一届汇款差6万块，啊，就掉了啊。3拖4拖，讲一个讲找夏总，啊，一个找什么黄姐，啊，一个佫找什么爱找蔡董，啊，后来约2月12号要收款，结果2月11号就倒店了，这应该是共谋的诈欺。应该算是个诈欺集团。市府法制处表示，目前该案地检署搁在侦办当中，而检察官伫第一时间也已经查考店内相关资料。而后续市府也会发文到地检署，要求提供受害名册，尽全力替消费者争取上大权益。但是，张山林根采访报道。永康一间私立幼儿园，早伫105年，就有家长出面检举投诉，老师有无适当的管教行为，而且伫最近又有多位家长出面指控老师的暴力行为，批评业者甲教育局的处理态度无够积极，所以向议员林彦竹陈情。透过家长提供的幼儿园监视影片，会当看到真侪囡仔伫学校受老师暴力对待的画面，当中包括有被拖咧行，以及用棉被砍头等等无适当的动作，已经造成囡仔身心受创。议员林彦竹接到多位家长陈情，下晡邀集市府相关单位亲自说明，希望互家长一个交代。到了2月14号，陈爸爸打电话到我们教育局来说，他的孩子受伤，脑震荡。结果你们社会局是在3月1号媒体报道出来，才去学校。也到了3月14号，当我在查的时候，你们才打电话给家长，社会局才打电话给家长。我不知道整个公部门到底是生病了吗？那生病要去看医生啊！
离谱到不行。你看这些家长全部都心灵都受到创伤。有家长出面指控，囡仔被老师关伫房间3点钟都无啉水，但向教育局甲警察局反映，拢无得到正面回应。有学童被其他同学塞一个弄着头，造成脑震荡。但老师一开始刷骗家长，囡仔是为着捡物件去弄着刀啊。多位家长对着幼儿园业者的处理态度，拢非常不满，并质疑教育局有包庇行为。园方到现在对家长说明的时候，还一直质疑我儿子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严重，难道今天要儿子躺在医院，或者是出了人命，大家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吗？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还会一直在消费，说我儿子是说谎，我们是说谎，然后我们的脑震荡不是老师打的，去混淆视听。这些不恰当的行为需要鉴定吗？需要请专家吗？你们自己的小孩如果被这样对待，你们能够接受吗？同年3月就有幼童多次被老师拖行跟拎着走，这个是不是查证属实？你查证属实，你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你对记者说你查证属实了，结果你什么作为都没有？这不是包庇，这是什么？对此，教育局表示，依照违反幼儿教育甲照顾法以及幼儿园教保服务实施规则，目前已经对业者开发相关3万块的罚款。而后续若依然无改善，将要求业者减少招收人数，甚至是停止招生。电视新闻郑山林根采访报道。市府交通局甲海岸路地下停车场的业者合作，办理新疆车辆辨识系统，除了提供新疆朋友上界优惠的介绍，更免前往管理室查验新疆证明，让新疆人士进出停车场更加方便。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黄伟典日前接到新疆团体陈情，讲新疆者停车若要申请优惠，必须要先到管理室办理手续。对着行动不方便的新疆者来讲，非常的麻烦。对此，黄伟典要求着交通局现场会勘了议定，将率先甲海岸路地下停车场的业者合作，试办新疆车牌自动辨识的优惠，让新疆人士出入到停车场会当更加利便。身障车在早期需要去达到优惠的话，还是要进去到所谓的服务台，拿取所谓的相关证明去做到减免。但是很多管理室的管理人员常常不在管理室里面，所以相对性的身障福利就会消失。那委展想说，既然那么多的系统，那么多电脑化，那如果今天我们就直接连线，让身障朋友在使用缴费上也跟一般的消费者一样，只要按着收费机就可以完成。那非常感谢市政府跟停车管理业者愿意去做这份配合。这个除了是全国首创以外，那当然。这一次是因为地方上的一个反应跟建议啦。那因为现在台南市的停车场事实上都已经朝委外经营，那我们都把一些智慧停管设施导入。那其实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后端的一些智慧停管设施那我们又有一些这么多的一个身障的一个资料，我们就在思考说怎么把这些资讯做一个结合，那提供给我们身障朋友一个更友善、更智慧的一个停车的一个环境啊。交通局表示，新疆停车辨识系统初步先伫咧海岸路地下停车场来试办，未来将会评估成效，慢慢推广到其他的公有、委外或者是私人停车场，拢做伙来加入，让新疆朋友出门在外会当有更加优惠、更加利便的停车环境。等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去年10月伫凯基永华宫正式宣布投入民进党议员初选的林士杰，经过这段时间的打拼，得到侪侪乡亲的支持甲鼓励，互伊感念在心。14号，伊伫咧戏类公会永华宫甲市商会等单位的强力推荐以后，伊嘛表示，伫咧初选民调这关一定会先努力拼出线。
距离初选民调愈近，议员参选人林书记把任何会当甲选民接触机会，以车队伫南区甲安平区扫街全力冲刺。对着鱼市场出身的林书记来讲，担任2届6党的理事长任内，热心加强整顿鱼市的环境，无搁再乌乌臭臭，互鱼市场人员拢看伫眼内，感念在心。希望伊有机会扩大服务，搁替因来发声。阮嘛是感觉伊做热心有充开，所以嘛真适合来做市员这个工作。所以阮是非常非常的对，非常非常希望伊会当为台南的百姓搁做搁较明较快，因为你看本地就比咱较悬啊。对这个工会伊贡献真正非常的大，也真努力。一路上看伊安尼非常认真甲拍拼，为这渔业咧争取一寡问题，所以我直接真推荐伊，真正伊是一个真热心的人。当年讲到林书记嘛是现任27届市商会理事长，当记者来到焕然一新的市商会大楼，就是林内开2000多班落实正式的批例，嘛是互所有市商会人员上届骄傲的杰作。初选登记迄天，除了讲李干事、各工会理事长甲顾问全力相挺。13号上午，全国商业总会常务理事柯俊雄等市商会前辈嘛拢出面热情推荐。在咱商业会伊的为人，互我会使讲，嘛会使讲做个长辈的人非常欣赏，非常那么伊的做代志。非常有责任，非常有抱负。伊带领着阮市商会，会使讲甲阮带领甲井然有序。因为这点，互阮每一个人拢感觉对伊足佩服吼。所以当阮知影讲伊有心要来转着跑道去选议员，阮逐个人拢感觉讲非常的鼓励伊，阮嘛支持。伫台南市市议会、市政府。甲着咱市商总会会当做了着一个真正好的联谊，连接在一起，做一个非常好的桥梁，互咱市商总会这边有118工会，有啥物问题会当甲了着市议会也好，市政府也好，有啥问题，大家会当总结来做了着真好的研讨。林书记行到倒，不管议会、市商会，拢有大步的改变，嘛凸显伊大力政治，就是新的改革力量。对此，全台开基永华宫嘛伫2000年，曾经因为林书记愿意挺身而出，才互庙宇重新上轨道。伊发展到一个程度了，拄啊，迄阵阮庙一个上困难的时阵，钱也无，人也无，伊拢啊挺身而出来，阮斗相共。互阮庙一直上轨道了后。伊就同我交互阮，变做庙当正常运作了，伊同我交代互阮。今仔庙会当遮顺利，嘛是伊一个足大的功劳，所以互我足感佩，就是安尼。这次参加着咱民进党的初选吼，由去年伫庙里遮开始出发，经由着声明吼，英文甲跋杯，到这个时阵，大声冷漠，尾感觉。鼓励，搁有热情，搁加油，搁担忧咱的身体，有当时在走通的当中，也有人寒凉的请人，有人讲惊咱无食，叫咱爱食一碗糜，爱食一碗面，迄种的点滴吼，咱拢伫心内。咱知影讲投入选举，对咱来讲是一个责任。咱希望讲，咱用咱的诚意，认真，会当来。众人对咱的期待，会当来吼有一个回报安尼，嘿。林书记虽然有各界小厅声势甲知名度愈来愈悬，不过林书记一句也是爱拼甲努力，会当看出伊参选的决心，甲为理想坚持的用心。今新闻本自郭博义采访报道。叶坤杰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
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加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客家的民俗信仰文化。今麦就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客家的土地公信仰。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已经有10集喽。10集呢，就代表有10个客家文化单元主题。有很多观众朋友都表示，在台南可以认识好多客家相关文化，觉得非常难得，很开心呢。系呀，你真件爱当什么？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委托你来直播客家相关的文化，为你喺台南地區嘅朋友，甚至全國嘅朋友來認識你客家文化，熟悉客家文化。今天我們節目要和觀眾朋友們介紹什麼客家相關文化呢？我想今本日來介紹你客家民俗嘅信仰北公。哦，北公是今天的節目要為觀眾朋友介紹的客家民俗信仰。錯。今本日我來介紹客家嘅民俗信仰北公。北公就是我們一般稱呼的土地公是吧？係啊，北公就係你一般講嘅土地公、福德真神。北公也係你客家人非常重要嘅人文精神之一咯。小琴啊，你點喎？在你台南啊，你台南就有一間地下係好多人服侍嘅廟，嗰位嘅人就稱呼係北公啊哦。是不是在我們台南大埔街旁的福德正神廟？我就講咩，小琴啊，不愧係你宋子成三官王嘅當家主保啊，真件係當強哦。在你台南大埔街順嘅福德真神，管理委員會嘅總幹事啊，佢就有說講過哦。從民國32年嘅時節啦，呢件嘅福德真神嘅廟順啊，就有客家人帶走了。後來呢，就唔點樣嘅，就細細走嘅。土地神呢，在你台灣百姓嘅心中啊，係非常重要嘅神明。一般人講土地公，你客家人就稱呼係北公。北公在你客家人嘅心目當中啊，唔單止係講你嘅土地哦，還兼講水、講田、講貴種頭，做得講係無所不講啊。北公呢，真的是我們台灣人的守護神呢。創造高雄嘅民農啊，萬哪都做得看得到。北公廟也係北公祠，因為為所無窮樣，就有無窮樣嘅稱呼哦。像係做田頭嘅，就很多田頭北公；做田米嘅，就很多田米北公；做水頭嘅，就很多水頭北公；還有水米北公、莊頭北公、莊米北公等等。小琴啊，你點喎？頭拜年啊，嘅老師佬就冇按過喲，嘅北公嘅信仰啊，就係客家人心靈嘅寄託哦。佢所做啲嘅筆筒啦、水樽啊、山行啊，呢下就提點。老名嘅大部分係採用自然景點，也係當地嘅地名。唔過行到那邊啊，有客家人嘅地方所在，就一定有北公。從呢邊就看得出客家人老呢北公嘅關係。是啊，每年農曆的2月初2呢，北公生日的時候呢，民
众就会准备丰富的生礼来祭拜北公哦。就是因为啊，北公老人哋嘅民众嘅关系啊，就像人哋七家五卡嘅史太人同样，古时候在人哋客家庄啊，而且就有流传一首客家童谣哦。哦，那就请小邓老师教我们念吧。来哟，繼續開始來了。北公北婆，北公北婆，無辭嘅，無辭嘅，無辭我，無辭我，辭責阿伯，辭責阿伯，搶皮婆，搶皮婆，煮牛料，煮牛腰，搶羊頭，搶羊頭，愛食。愛食，你就食，你就食，唔食，唔食，我也無奈何，我也無奈何。搶你食酒，搶你食酒，放田螺，放田螺，酒衫無寬度，酒衫無寬度，轉起寬，轉起寬，做得無，做得無。北公北婆就是土地公、土地婆，佢哋呢就像人哋李莊北腔樣，係人哋台灣民間信仰當中老大家最為接近嘅神明。呢一首童謠啊，主要也係描寫從個祭拜北公嘅時節啦，冇準備鋪排嘅雞肉、鵝肉來敬拜，搶帶一隻搶皮婆樣嘅蒙肉嘅阿伯，又搶羊頭嘅煮肉料。其實也有一點怪異，北公冇保佑本地有好書神啊。他喺想講，請北公食田螺來幫助，cái田螺水準咪出油，唔是用錢買呀。唔過就算唔記得款，還反轉頭問北公做得轉去款冇。原本啊，祭田司徒嘅儀式係當嚴肅嘅，不過在呢首童謠當中，就變到充滿到搞笑，可見得啦。北公啊，在客家人嘅心目當中啊，就像人哋嘅屋企嘅裝備，係阿公嘅阿公，所以係稱呼係北公哦。講定啊，人都好學自家天師學院，根本嘢就講到了咯。而家我啦，人哋觀眾朋友講上來了哦，上來了，上來了。沙崙高中1年級的學生許義維是台灣南區11歲到12歲游泳紀錄的保持人，不過因為家庭的因素，無法度負擔出國的受訓費用，所以在1月份，議員董平娥特別透過記者會向各界募款，這在地企業也慷慨伸出援手。沙崙高中1年級學生許義維是台灣南區11到12歲游泳紀錄保持人，過來競標賽更是得獎無數。個人認為伊未來非常有潛力，會當代表台灣挑戰奧運，所以將伊送到新加坡受訓。不過訓練的費用對單親背景的伊來講是真大負擔，所以員董平娥為此特別召開記者會，呼籲民間企業伸出援手。嚟經過媒體報道，包括南方文教公益慈善基金會以及其他在地企業，攏捐出大筆經費來支持。因為媒體的一個傳播，讓我們台南的企業能夠知道說，我們這位需要幫助這麼優秀。表現這麼傑出的游泳的選手許義維，那也要感謝我們南紡文教基金會，第一時間就願意捐助10萬元，充分的體現說我們在地企業的一個社會責任，那也感謝其他的企業能夠共襄盛舉。為個小4年級就開始到嚟游泳訓練的許義維，現在每天攏固定練習2-3點鐘。伊目前上大目標就是希望代表台灣參加2冬後的冬季奧運，為台灣爭取貢獻。感謝文章上林根採訪報道。
加油！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分，有时乌阴底渐顺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1度到28度，落雨的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3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